后来继续来看台中的雾峰一间做打扫剂的公司，互员工来压料。讲5月17有一个外籍移工快胎阳性，但是公司竟然敢若叫这个移工返去宿舍休困，也无做 PCR， 也无通报。过2天欠工工人无够，竟然阁叫这个确诊的移工去上班，结果造成群组感染咯。大约有30个员工来确诊。也毋过，这个头家出面来驳回，阁讲甲真红声哦，讲这是不实的指控，讲无到30个确诊，是14个人确诊。而且同时，这个外籍移工一验出来是阳性，就有一个人一间房间来做隔离的措施。若针对无通报这个部分，是承认讲确实有欠点。员工在伫公假咧出入日，伫无风区打扫这大厂，互员工压料。5月17有一位外籍移工快胎阳性，毋过公司干那叫移工返去宿舍休困，无做 PCR 嘛无通报。19号公司欠人叫确诊的外籍移工返来上班，做工课拢伫无通风的作业空间，所以逼出群组感染。指控公司无做清消，嘛无互确诊的移工一个人自经隔离。这一礼拜造成25位本国员工和5位外籍移工拢快胎阳性。有30位员工确诊，不知道哎。你会不会怕自己会染疫这样子啊？会啊，会怕。公司有确诊者无通报，员工讲唔知影有人确诊，不过面对指控，公司嘛出面驳回。乱讲30个，没有啦，13个 PCR， 他说我喉咙痛，说那我来替你筛看看，就是阳性嘛。阳性我也不知道，我说那这样子你去楼上单独一个房间隔离。当然他是很想要去上班嘛，所以说。那不行啊，因为他说他自己快筛是阴性的，有一点疏失，是确实是这样子。工厂的头家讲，公司干那30几个员工，那有可能有30个人确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